乡亲啊，继续来看这张椰蛋树，是高雄女中部分的学生甲校友联手来做的。啊，讲部分的材质是用金珠棒，所以有较贵。一张做甲好是开7万块。有袂少的学生无法度接受，认为钱安尼开吼伤无彩。学校是出面来赔回讲，只有部分是金珠棒的外皮。 主要的材质是木做甲金属。啊，讲这张椰蛋树未来会放伫活动中心，互大家来欣赏，并不是一改性的消费品。椰蛋节要到啊，高雄女中为校园增加过节气氛。不过，这张椰蛋树讲要7万块，引起讨论。 希望可以拿来用在别的用途，可以拿来修我们对什么饮水机之类，可以来我们修的音响。希望毕竟对学生来说是一笔蛮大的费用。我觉得如果一开始知道的话，会觉得挺贵的，但是基于设计师是校友的理念来说，也好像没有资格说它太贵。其实我觉得学生在乎的点是，他是用学生的钱，而不是用校方的钱。 虽然讲这张椰蛋树是学生甲校友共同的创作，不过因为遮贵货，真侪学生讲钱拢学袂开。这张差不多3-4公尺悬的椰蛋树是校方用这8年的设计卡数，设计师是乡里的校友，因此回报母校无收设计费，主要费用是柴底做架架，甲内底斗的铁啊，以及专业师傅的工钱。他之前就在工厂。 他有做切割，那天有3个专业技工做好之后，我们明年在上面再贴新的图案，各个厂商报价也都不一样了我们也是找到一个价钱是合适的校方讲是经过厂商报价了，才会经这个上俗的7万块。其实同款寸条椰蛋树市面上差不多是3万至4万块。虽然校方再三强调讲，未来放伫活动中心和师生欣赏，唔是干那一摆尔。不过看在学生的眼内，这条钱学袂开，恐惊有一摆经验了后届校方要做决定之前，卖搁甲学生再三的讨论，避免发生类似的问题。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